爾山天池係全國第3大高位嘅火山口湖。阿爾山國家森林公園火山熔岩地貌，天下第一曲水莫爾格勒河景區贈送航拍 Walk， 風吹草低見牛羊，俯瞰九曲河道嘅壯麗。包埋乘坐草原小火車，草原慶典那達慕，節目超豐富，有36場民族實景演出，將近60項草原遊藝活動，感受純正草原文化，民族交融，好睇又好玩。仲有精彩嘅馬術表演，飛身上馬真係掂。充滿東歐風情、三國交界嘅邊境小城滿洲里，風景由重本入住世界最大套娃主題酒店，可以隨時多次出入景區，超方便。可以睇冰舞 show 同俄羅斯大馬戲，響140米嘅高空旋轉餐廳品嘗正宗嘅特色俄羅斯餐，呢度可以一眼望俄蒙古族傳統奢華宮廷宴炸馬宴，邊品嘗蒙餐邊睇蒙古歌舞表演。2晚連住阿爾山5星標準酒店，特別安排入住豪華特色蒙古包，參加草原篝火晚會，跳埋蒙古舞。快啲跟我哋嚟大草原玩啦！